影片继续来关心全国高中以下校校，也有一寡大学拢按算新历2月25特别开学。为了要来防中国武汉肺炎疫情伫咧校校摊开，嘛要来维护学生囡仔，也有教职人员伫咧校校的健康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召开专家咨询会议了后，教育部即嘛定各级的校校停课的标准，亲像是SARS共款。像讲高中以下校校，一班若是有一个老师或者是学生囡仔确定画着，这班就要停课。若是一间校校超过2个老师、学生囡仔确定画着，安尼这间校校就要停课。停课的时间是14天。另外，大学部分停课的标准是一个老师或者是学生囡仔确定病例了后，老师、学生囡仔的课拢爱暂停。若超过2个，校校就要停课。教室内底倒一般甲空，要甲饼甲清气淡淡，特别开学啊，学校唔敢凊彩，就惊武汉肺炎的疫情会拖入去学校内底。教育部嘛公布上新的停课标准。因为这是一波一波嘛，所以在一波之内，有2个这样的情况，那就达到我们这样的标准。那一波大概我们现在就是说潜伏期大概是14天。根据教育部公告，所有高中高职以下学校，一个班有1个老师还是学生确诊，就要全班停课14天，因为武汉肺炎的稳状期是14天，所以若是这间学校伫14天内有2个以上的人确诊，就要全校停课。另外一个定市区若是有1/3的学校停课，规个定市区的学校就全部拢爱停课。若大专以后的部分，有1个老师或者是学生确诊，学生上的所有的课或者是老师教的所有的课拢爱停课14天。14天内一个学校或者是校区有2个人以上确诊，就要全校停课。不过，这个规定嘛根据疫情指挥中心做过疫情调查了后，才过来做调整。5月16、17有教育会考的这样的一个升学的一个重大压力，停课14天。这2个礼拜当中，这个功课的进度啊，或是功课的复习的一个内容，要怎么去把它补回来？真的是很不容易。校长讲会配合中央的指示，嘛全力来防疫。不过各中的会考就伫咧5月，若是停课14天，要安怎甲无上着的课补起来，嘛是一个问题。希望中央嘛当有配套的方案，或者是针对考试的内容，才去做调整。武汉肺炎拄着学校开学，各单位拢唔敢放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